看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今年伫草屯南投顶北乡设9支声音的翕相机，已经开出629张罚单。草屯的中正路上济有184件。也毋过是有民众是表示讲，拜六甲礼拜半暝嘛是个真差。 半暝啊，去机车沿东港的声音真吵，常常吵着民众休困。南投县环保局有伫几内乡镇设声音翕相设备掠噪音，其中草屯中正路处地噪音罚单上济。当地人表示，虽然驾车状况有改善，不过拜五、拜六暗11点过后，也是常常有机车、汽车咧驾车。到暗时11点过，才就红车顶就无啊嘛，无啊，迄个时段。 哦，迄那飙车族的吼，后头摆沿东讲做大声的，拢伫遮徛来徛去，啊，搁车嘛有。啊，当然装较好啦，啊是讲上好是看有遐飙车族，警察安尼会方知来甲开。南投县环保局今年咧南投草屯民间在龙总8乡镇设置9支固定式声音科技执法设备。 9个月落来，全县拢总罚629件，罚金有160万左右。环保局表示，年底拍算搁增加3支，会去黄金爱乡、信义乡和第三镇。车辆尽量爱保养维护好，唔好予伊沿东港破去制造遮大的噪音。啊，另外要改车的车主啊，咱嘛爱合法的来改车，唔好改甲变叫。环保局表示，针对民众反映暗时较差的路段。 环保局也配合警察局加强临检，也若有设声音翕相机的路段，拢会有告示牌提醒。罚金上悬到3600块。南投县环保局提醒，莫超速、莫改装汽机车，嘛唔通大力甲油门吹落去，就袂食罚单。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。